母，因这嘛真趣味啦吼。因为阮爸爸弹电吉他嘛，所以阮妈妈就对阮爸爸学吉他，就弹木吉他。我两个妹妹，一个弹钢琴，一个弹电子琴。阮小弟送去学小提琴。所以阮家等于是一个乐队啦。伫我读册的时阵，头专科的时阵，迄当阵我就是文品语二胡嘛。负责这个乐器。阮家有钢琴，有电钢琴，嘛有吉他嘛。所以伫个拜六，我会记得应该是拜六啦。拜六的下晡的时间，阮家拢会开放厝边客别来听。来听阮的演奏安尼，所以阮家算讲，我伫个专科，那个是专科1年的时阵，迄当阵阮家就一个家庭乐团啦，就每一周的星期六下午都会一起团练这样。所以阮爸爸毋只写拓谱，写互我本的部分啦，我语的部分，也是钢琴的部分、课路的部分。阮妈妈弹吉他刷课，阮爸爸就弹电吉他 solo 安尼。刚才听着感觉足新鲜的，这真趣味啦！所以当阵就是干那安尼的经营之下，所以促使我讲安尼我想要行音乐这条路。